后来，这个崩山湖一楼大水掺染着土石，冲入去附近的乡镇，真侪人家厝的一楼拢互大水吞去。根据着卫福部的统计，死亡者大部分集中伫个敦和路、中正路一段甲佛祖街。当地居民讲，迄几内的所在拢是住一寡独居的老大人，应该就是大水突然间到位，袂复走，才全往生。 这边也是昨天这个淹水的重灾区，我们可以往我的这边看过去，说这边的目前的住家这个泥巴的高度呢，其实都是昨天那个水退以后留下来的泥巴。那这边的高度呢，差不多都已经超过了我的小腿。居民固伫咧涂骹清度暖土，厝边隔壁用塞车载工具整理家园，帮山湖的水溢出来，地处花莲县光复乡做大水。 死亡的灾情，大部分拢发生伫山脚地势较低所在。那边是比较多独居老人家都在那里住，都是1层楼的房子，都在那个区。所以他们是没有2楼的。有些会没有，一般老人家行动很不方便，他们也走不上去啊，所以都会在那边比较严重。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统计死亡的状况，大部分集中伫敦和路、中正路一段甲佛祖街，敢若是因为这大部分拢是独居老大人咧住。 大水淹过1楼，因未负得造卫生。算我们的市中心啊，在我们乡里面的，几乎留下来的都是老人家，年轻人都是到外面工作。大水消退，规条路乱糟糟，骑车的民众敢会当大概用看的，即卖敢若希望莫阁做大水，互居民会当赶紧恢复家园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